我杨树宽，后上太上鼓，有吗？太假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土司中阿中谷，乡下的老后生人大最久了。讲到台湾的美食啊，都国际上实在是真有名。草木米是客家人爱的，不过个也是地方有当到个鸡排啊、牛排、粗豆腐，韩国当到国家都有卖珍珠奶茶。不过后生人都在好物街咧，今日你邀請到60個後生人老大家鄉下來分享一下佢哋節目當中嘅台灣美食，眾上歡迎。首先老大家小嘅質疑。大家好，我是好食唔過有姜皮嘅子怡。唔會皮莫硬嘅講，唔會偏心嘅。第三老大家小嘅李家。大家好，我是看起來就像文青，又懂好去文青咖啡店嘅李家。完美代表就超嘅，謝謝大家，我懂成文青好嗎？很有氣質。第三隻老大家小嘅回去呢？大家好，我是一切都想念做動美食嘅回去呢。等一下一定會分享當到出動嘅好食嘅東西。第四隻老大家小嘅係關權。大家好，我是上個去宜蘭新美食嘅關權。一下出去。第五隻老大家小嘅小鳳。大家好，我是最曉地食咩最地食嘅小鳳，就係曬貴啦，當位曬啦嚇。最尾老大家小嘅白橋。大家好，我是時代報復幸福美食致命嘅鍾白強。反而按你講，真像幸福當到好食嘅東西嚇。我大家先來分享一下自家家鄉有乜嘅美食好冇？自己。我感覺啊，最菜鐵嘅家鄉嘅美食，某一定係非常有名嘅店，可能就係你從細食到大嘅美食。跟因為我嘅屋企就待在遼寧夜市嘅隔壁，就住嘅遼寧夜市地背度哦。係，唔過呢，因為從細到大，我屋企都會煮飯，故所親手試到我背嘅東西。有擺我嘅爸爸就買嘅遼寧夜市地背度嘅魷魚跟米粉。油唔講米粉，油唔講米粉，嗰陣時我睇擺手就哦，因為按好食，可能聽我細時我買嘅東西，那個哦非常嘅好食，就山珍海味，就覺得是山珍海味了。油唔講米粉就講哦非常嘅好食，嗰時候因為我嘅姐姐要特別好食，嗰時候那係講我嘅考試啊考到前後，還係我嘅姐姐要考到100分啊，還係第一名，你就會去試嘅魷魚講米粉，嗰時候魷魚講米粉就係我嘅家鄉味。哦，考試考得好就會是魷魚講。嗰時候你還鬼上，你就會魷魚講米。我就是魷魚。哇，好可怕哦！你家來分享下家鄉米係乜嘅？我最好嘅家鄉米就是中壢的巨大自助冰城。嘿，呀個冰城其實卡鐵唔係唔知大家有食過冇？就係呀自助冰城就係你好什麼嘅就自家來夾。哦，係，韓國呀錢係用稱嘅嚟算佢有幾多錢。韓國佢哋地位度嘅東西都動詞啊，愛什麼嘅就做什麼嘅啊。故所我對呀最有印象係因為呀件店方非常嘅下擺，因為講下擺呢，係因為大家都講哦，喺餅店嘛嗬，每年都會開啊，當然會做生意啊。我見唔係哦，叫搶開呀半年聽聽。在夏天的時候，熱天嘅時節真會開呀那個餅店，其他嘅就叫做冇開。因為寒天冇人愛食啊。係，唔過其他嘅會食小鮮菜啊，對啊，唔過佢就冇啊，因為佢吃到熱天嘅時節佢穿爆咧，賺飽飽了，所以冷天的時候它就不開了。跟人講嘛，跟可以用稱嘅，但係我拿個料啊，就是有的料係較強嘅，就做它便宜係冇。冇錯啊，就用稱嘅啊。哦，係啊，嗰種亞山係嗌家鄉米啦。嗰種你當年就會去嗰邊。係，熱天嘅時節聽出來去報道一下。然後大家分享下巨大某冰城，已經講出來，某冰城都嗌好高附近，嗰種嗌咩加上意思。雖然它在平鎮，但是我們都說它是中立的。沒錯，中立人懂的，中立人。中南年輕啲嘅，咁樣喺桃園嘅白劇來分享一下幸福。嘿，你幸福最好食嘅東西係乜嘢嗎？你要媽媽炒一炒。比鵝肉更好吃的是漢板蚶。大家圈啲嘅漢板蚶係蝦剛英圈就食過嗎？係啊，嚟讓你講。幸福嘅板蚶哦，完全冇強容。除了大家圈啲嘅蝦米啊、狗肉啦、還有香菇啊，梗係基本啊，大家圈有嘅。咁講吼，幸福嘅漢板蚶冇強人嘅所在係，我哋用五餅咩餅茼蒿，冇餅椰菜。椰菜，我們放的是什麼咧？韭菜，韭菜，啱啱咪用韭菜呢？咩幸福嘅嗌冇中餐。好好好。
所以哦，咱讲讲吼，你系水加香味嘅东西。不过我该板染吼，本来水咱望个眼睛哦，除了汉板染嘅香味之外哦，还有认为设施这啦，应该是上到吼爸爸妈妈睇啊，记得哦，攞板染哦，本身嘅攞嘅時節咯，那個發面哦，本來上到設施節動好嘅事情，所以我感覺佢係水就加香味嘅，是幸福嘅漢板染。咁你好是聽板染麼？做唔得？咁唔係幸福嘅，我應該係幸福嘅，唔係。我應該係幸福嘅。而家上講門口，你上係是聽板染麼？唔係。好，你再見，好，拜拜。我當然扮演一定會是鹹嘅，係冇？其實客家扮演吼，但是係鹹嘅啦。加料一定會包到油香啦，豬肉鹹米香菇嘛，一定會包到油香。有些人會牽香。係，我牽香包出嘅香味，嘅湯條就會甜啦，係冇？客家扮演，但是嘅公式菜全部好是鹹嘅咧。冇，好是甜嘛，好是鹹嘅咧，甜嘅咩？那我跟博軒是同一掛的。好是甜咩？冇牙出扮演我是鹹嘅。哦，啱嘅扮嘅幸福嘅。好是甜嘅。然後再甜嘅，好。夾克夾克，你也是吧？可以劃分啊。我人係咩？強用嘅，較好是客家嘅肉板。哦，肉板。係，我細細時間我就知道，大概過年過節，家下阿婆就會做嘅肉板。應該係拜祖先嘅三牲嘅豬肉。哦，咩好是肉肚後就拿來做嘅肉板，係包嘅料。啲肉板其實留嘅漢板鹽咩強用？嘅咩係留嘅漢板鹽包嘅香料，豬肉啦、蝦米啦、香菇啦。有一些嚟唱糍粑嘅，煎到少少出來，家下軟軟，不用較冷嘅話較 Q。係啊，煎家下2次加熱，我蘸嘅。軟嘅安尼出只去煎，肉板油，講到嗌後欄水8點，你睇較年啲嘅，我自家還有一道米子就係當簡單嘅豬油煎卵，因為豬油煎嘅卵會較香，個油加嘅調油啊，總唔得煎好增加，最後剝條少少加下嘅調油出只加落去嘅話，滋愛嘅飯拿來攪飯吼，一粒卵，嗰個米安尼攪飯就來。啊哦，小鳳凍地線，係啊，講到安泰時間吼，後欄水8點。難怪你安泰橋。有咩嗌講嘅啊？較多狗啦，唔係較太劇。唔會嗌講嘅啊，先有頭再有主吼，等下就地嘅吼。唔過講到咧，這個東西，大家尤其喺兩下冇到自家嘅，要當然離開自家嘅家鄉，就係想讓媽媽嘅面試，想讓故鄉嘅面試，嘅回見嘅老太自家分享下，帶到逐棟客家種嘅美食係乜嘅？但到做東客家種客家飲食一定愛時溫時炒啊！係啊，時溫時炒是係愛溫豬肚、溫狂牛、溫筍乾。你做唔得，普通嘅時炒咧，得時溫時炒要乜嘅？溫豬肚、溫筍乾、溫排骨、溫狂牛，還要炒乜嘅？等下我是上課，提早嘞，好提早，炒肉、炒豬風、炒台咩？炒豬風、炒鴨風、炒台蔥、韓國糯米、炒鳳梨啊，炒鳳梨。兩隻以客家種一定會是個東西啊，從開始係其實細細個時間好接受，他唔過係因為離開族棟。是去到台中兩條東西差唔多都係全冇咧，所以我最常飲嘅係時溫時炒。應該時溫時炒係應該客家菜嘅特色，因為到地步就看得到，前到客家菜嘅特色就係有魯東絲嘅特色，因為我講鹹肉唔係鹹肉，豬肉啊，還有鹹菜一直挺起，而且還有四兄弟嘅。台芥菜、鹹菜，還有泡菜，因為係鹹菜乾、鹹菜四兄弟，所以你客家人聽出愛食嘅東西，因為花蓮來嘅講佢，花蓮有乜嘅好食嘅東西，本吃到還會親密嘅。哦，來嗌老太家講，嗌花蓮人。嗌花蓮人有一個添，請我先喺小籠包，小籠包冇強用啊！公正街小籠包你有試過嘛？有青牛面，公正街嘅小籠包，加個皮啊，清泡，我加個肉，要清嫩啊，咬下依個時節啊，加個糖啊，會噴出來。
哎呦，喷到面嘞，喷到你就是喷回来的。回来，因为你生，结果你爸你。然後下去嘅地方肉嘅面啊，就會走出來，就擠出來係咪？係啊兩下動到嘅遊客來到發現，我天窗愛色嘅片嘅面試。如果講到台灣按多地方，大笪地方嘅特色嘅米色都冇用，有一個台南是什麼全糖式。知道嗎？大家知道這個梗嗎？因為記得是飲料只有全糖跟全糖 Plus，沒有半糖兩種選項。不是說，是說，去台南時節好可怕哦！到底台灣北南那一片冇強用嘅特色，子瑜先來分享好不好？其實我真係清少離開台北，唔過呢，大部分會離開台北去，係因為出外景嘅時間，我會特別去客莊去試東西。哎呦，你怎麼動到呢？冇，你聽到重點。冇，因為好，有很多可以嗎？唔過今年冇，估上你做啲前面做節目哦，我是蒙太家。唔係打廣告，啲冇講嘅東西。哦，跟我哋台灣去外景啊，都會去客莊試東西嘛。跟真件有講過客家嘅料理，真件係較油、較香，跟較容易係較重嘅。跟南部呢唔單止是嘅飲料啊，係同情度，其實嘅料理係咩清甜嘅，應用一定係甜嘅，會以為說是那種糖醋的。我沒有辦法接受，叫做沒辦法，東皮貴。它不是有那種什麼桶 set， 然後要放糖，我就說天哪，這叫蜜糖吐司吧？有的會菜哦，炒菜哦，炒菜沒有不用糖哦。真嚴重，真嚴重，給你敢吃到的那片冇。就剛剛提供的北部、南部會冇用的素菜嘛，唔過係從北部嘅人好食嘅早吃早餐嘅時間，加上都會現菜像蛋餅啊、吐司，唔過中南部嘅好朋友都接上會現啲豬血湯啊、麵線啊，還有是梅嘅，嗰種我就知道同一些無關嘅感覺啦。唔過我知道卡鐵皮就係有啲東西係像一條嘅素菜醬油嘅，比方講我上擺去嘅屏東就食到呀。剃頭豆腐、花生豆腐，就當中係高品美食，高雄屏東醬油嘅美食。你釣菜食的係吧？係。你做香嘅係咩？鹹嘅，它是鹹的。嘅食有啲會強，唔係完全冇食過誒。大家看擺，找一下鄉下來去高雄屏東來食咧剃頭豆腐。觀眾朋友想一下，啲台灣各地有乜嘅好食嘅東西？韓國哪一條東西係聽說去幾片觀光旅遊嘅時節，真愛食嘅啊？等下再來繼續來講了。個一塊排骨，無就一隻雞腿，個一隻嘅就一個套餐嘅感覺係冇？冇咧，就按呢。冇配菜，係130 K。哇！啊個米醬同客人講有到去沖完咧4福水按呢，當見台灣賣130 K，唔過按呢真然當好食。你東好食4福水。唔係啦。歡迎大家到咗嚟香港台上講嘅節目現場嗬，假如講到去到我睇嘅時，尤其去旅行啊，喺去到你係假使我係桃園嘅，我去到高雄，我天窗會上面去前高雄有哪條地方好食好搞？我部落客推薦啊 ，YouTuber 推薦啊。必吃完美餐廳兩條東西，你下來搶大家來紹介一下，哪一條地方有哪一條嘅好食嘅東西，自己先來推薦。我先推薦就係新竹嘅東門雲松雞肉飯。韓蟲嘅面。對啊，佢雞肉飯啊，夾嘅肉啊，非常嘅油，非常嘅嫩。韓國人你吃嘅雞肉飯最驚乜嘅？會嗆鹹。鹹係鹹，嗆鹹，會嗆鹹。唔過呢，佢雞肉飯夾嘅調也變到嘟好，非常係唔會嗆鹹啊。韓國我哋推薦係基隆夜市嘅大麵炒，唔係大炒麵哦，係大麵炒。真嘅係大麵炒，我大概都會 TP 去食就轉台北 ，TP 去食轉台北。彈弓就去食，彈弓就去食，因為好食哦。係啊，非常嘅鹹，因為好食，我就會同你講咧。因為跟大麵炒看起來非常的簡單，很像我們家裡青菜粥嘅，看起來非常的普通。唔過其實起來，它的那個酸香味啊，很濃，非常的濃。唔過呢就不會嗆鹹。然後非常的順，我覺得那個老闆娘啊，調羹用地杯都有用嘅托用啊，因為我大禮拜，我本佢嚇到，大禮拜都上去去食。係咪真嘅有病啊？
哎呀，唔对呢。你写东西，用欧巴，不过唐起来真紧，懂会响应，多转去就够400，是提醒100提300，完蛋了，你中毒了。真的哈。你喊百某几周唔得。哎，对 TPA 意思。好像没关系哈，就大面朝的代言人啊，两个阿片面呐，会响应的，会响应，真紧会响应。给小凤来小记一下，哪條地方有哪條好食嘅東西。我啱啱用喺 Google 評價動過嘅，應該當有冇談過嘉義有一隻叫做林聰明，佢係賣砂鍋魚頭嘅。哦，愛的。係，佢砂鍋魚頭佢係用嘅黃魚啊。哦，黃嘅頭先去炸過，炸到酥酥，再用到湯啲高湯底要去爆出個膠質啲嘛，跟住只要隔傳哦，當然要去現場先試一波。哦，我帶咗家走個點1分，因為佢隔傳了後面吼，佢膠質會帶出來。哦，鹹啊好食，鹹較好食，佢老人啲客家人咧雞酒咁樣，隔傳咧較好食。不過你嘅膠質面都冇都比我做得了片。有啦，你吃台面有嘅膠原蛋白，不要唔得，還有嘅，太家就提供台南有嘅問題喲。其實高雄咩有啦，因為咩強咧咩，哦，記得是真見到台北的家是茶青島。係啊，唔會食到較似嘅，係講唔會食到嘅豬筋、牛筋啊，那個牛筋飯啊，哦，加個滷咩色菜，哦，咩老膠質有關係。膠質哦，你都喜歡吃膠質。膠質啊，難怪上都愛用的。還有一隻，係啊，講下全部係用路紅5顆星評價，還有個小豪牛，小豪牛。係佢店名啊，咩小蒙牛係小豪牛，有台南，都台南。咩不止誒，然後東島分店誒，不過喺南台灣較多，係加充點很多概念嘛，沙茶醬，嗰種加本地係沙茶，牛係配角，就係加火鍋，加特色係加沙茶。哦，你今日去甲做誒，這有少乜解啦？沙茶醬很重要，我等嚟講，因為沙茶跟沙茶留嘅台灣嘅大餅來。中央有相當嘅歷史地位，你點點哈？嘅沙茶，因為去加做沙茶，我食到夾嘅料誒，那個顆粒感。所以我會買嘛，該排嘅。然後嘅一隻牛嘅排冇中央，係嘅醬啊，我食到顆粒感，係。不錯，出菜料應該細貴，還可以推薦其他地方嘛？台中誒，係喎。台中咩有呢？台中我講到咩？因為去到那就要上到那點嘛。台中咩有一隻金之源。佢按到炒帶飯，乜嘅炒帶飯？炒帶飯嘅其實就係佢幫你出動燒，就很多炒帶飯。炒帶就是蛋漿飯冇菜。飯個一碟排骨，冇就一隻雞腿，個一隻嘅就一個套餐你敢唔講係冇？冇咧，就按呢。冇配菜。係130克。哇！有錢人啊！像個拍飯哦，個一碟排骨，啊個米醬同客人講有到迄沖完咧四福水安尼，當然台灣賣130克，唔過安尼真然當好食。你懂好食四福水？唔咩啦，你佢齋當有水準點啊？你個齋人家講雞肉愛食乜㗎？愛食帶皮帶骨嘅，係皮帶肉，係安尼食雞肉真係香，佢齋當有水準，冇乜嘅菜，雞肉咬一口。佢唔做得扒半份飯。哦。係，佢真係同厲害，130塊。喺牙縫地方喺那裡傳出來。傳出來是睇。你解飯嚟後，你當然飯煮較叻，嗰種較叻嘅飯就係攪米，有雞椒啦，控肉米啦，冇就然咧鹹菜湯啦，飯較叻攪米，飯較橋愛配油。係解飯就係橋嘅，係解飯就係橋嘅。講你吃它的那個炸雞腿。我哋剛好一口配半碗飯。哦！天哪，我哋晚就想去台中。都是要嚟，都是要嚟，用嘅就回京來紹介一下其他有乜嘅好食嘅地方。空用台中呢，可是你還走到海線是清水，清水是大家都吃米糕啊。我就覺得很奇怪，從海有兩間店，一間按照王塔，一間按照王牌，兩間就是。大擺到西盤時間是排列的排到衝公公，和我一開始到台中咪係聽人一排，是知道我應該沒有吃錯吧？結果排久咧是係認識台中嘅朋友，結果佢都唔是間兩間，佢都是係有一間老店，佢都照新買到凍酒，是係嗰種在地人會去吃的早餐。頭先佳佳講北部的人都吃蛋餅嘛，可是該片已經幾近現在。
该便宜食早餐就是糯米糕。哦，糖块去一定有其他好的地方，系嘛？其实就很简单啊，不过是都很难消化。对，它就很简单。就是会很松快。它就是很，其实就懂简单，就是它就其实有2-3地该3,000用，韩国几个种，就像其他店都会那个酱有红色、有白色、有咖啡色，可是佢冇佢是蛋强一種梅田，韓國一啲啲香菜有3樣因是店都聲音。有上是那種好簡單的東西，也容易寫到人下來是，因為大家平常大魚大肉，這種甜台音嘛，台音有習慣呢，就會變做台客。係啊，你冇脾氣啊，你下就會是好淡的東西，本自家轉到好嗆淡的西台，咱們會變到台客嘛哈。關鍵來推薦一下。我本身呢，無話解，我去尋食嘅啦，好食嘅東西。唔過你會推薦本大家啲嘅，就係一隻亞絲啲杯度嘅，唔係特製亞絲濃粽油哦。介隻四個東西，按到沙板鹹豬肉。沙板鹹豬肉。佢一睇嘅沙板有冇？啲嘅大紅油原住民的料理，原住民嘅料理啦。炒那個蔥啊，有火嘅時候啊，豬肉啲蛋黃咁樣去。邊順有人跳舞嗎？豐年祭啊，沒有，這原住民的料理啊。係啊，做得清蹦飯咧，一碗飯就做得蹦咧。係啦，真嘅。講到兩沙板嘅鹹粽肉嘅頭擺嘅原住民電視台就到客家電視台強一動態了，到公園嗰隻家下記得做現場配豬肉、現烤石板豬肉，真勁當厲害。故作我們現在好想要回到之前原住民電視台強下嘅世界，真勁嘅白客。因為個介紹來推薦新福音食嘅東西係冇？唔係其實推薦幸福嘅東西，唔係我會推薦幸福應開嘅店嘅東西。哇，幸福代表。我小伯阿哥開嘅店，按到無敵食堂，咁係我問一下你去家人講去家人嘅店。係啊，這個是自賣自誇，偷偷廣告。梗係真正好食嘅東西，才會推薦給大家聽啊。咁 CP 值動過啊，韓劇啊，假設你去中山區逛街嘅時間，你尋到某帶動豆簽啊，我們就要去找銅板美食。然後還做對茶師，就唔是嫌膚淺。好啦，我講無敵食堂就動豆種嘅每一些，譬如講有丼飯啊，還有最有名嘅係皮皮涼麵。皮涼麵，皮沖點樣啊？皮很皮涼。我講哦，佢個梅頭係凍辣嗰種哦，辣凍嘅凍醬，還有誒，佢有個紙條嘅扭嘅醬，哎呀這，哎呀，凍好食，嗰皮是係嚟這個，你燙到皮嘅聲音嗎？我燙到凍冇上嘅事嚟，你唔但強安用，我看現場就凍到哦，凍醬啊，凍沾到改音哈，你要出來哈，這個王美網帥的店，因為它的裝潢也是1等1的好。至少我名一名係免費食係咪？我那個名哦，他會給你總唱鼓勵一下。好啊，冇問題啦哈。安排to any 大家叫下來去蘇北阿哥嘅店來，歡迎光臨，掌聲鼓勵一下。謝謝抱歉，謝謝。如果真見啦，假使真見大家想要去翕相，去做得到嘅。蘇北阿哥嘅無敵食堂，上來去翕相。唔講你講吼，睇到愛睇嘅時候，接種影片嘅食嘅東西唔關，就來到嘅水土不服，會不會有因為這樣有水土不服嘅情況咧？給自己先來講下。有，像我嘅朋友，你前台朋友係做表演嘅，就有去中國嘅片做表演，因為中國食嘅東西其實口味咩下重，韓國佢哋嘅空氣唔蠻好，故所以我嘅朋友就變到青皮又薄嘅粒嘅青豆，豆豆先生，小姐，不然我嘅皮膚非常嘅正，非常嘅一陣哦，青豆嘅粒嘅哦，看起來非常脆過凍脆果啦，凍脆果，再過來就係我嘅朋友係去美國嘅片讀書，因為美國就是乜嘅漢堡咖啦，還有乜嘅弗蘭奇 fries 嘛，係嘛？就是高級
叫高热量的东西。嘿，就是都非常皮，比消防含那皮。哎呦，给电影讲哦。球烟片来做例子哦。唔係，球嘢係鹽，唔過佢啊，人嘅。然后占据第一，跟起美國嘅咩係什麼嘅，非常嘅東出過來。被凍出過。韓國要買嗌要朋友去馬來西亞嘅片，係做些嘅，唔係食French fries咩咩事，因為佢講東西挺好食咧，東西挺好食，緊，呢邊都清皮，唔講冇營養皮啦。要俾凍菜糕啦，嗬。要到一齊講，因為必然行下車。哦，古時嘅就感覺講，其實你帶台灣情況唔會食到皮皮，係冇？蔡康嘅有朋友係南埔人，佢喺來到台北做事，唔過變臭咧。哇，真勁啊！真嘅，因為佢講南埔人是嘅口味下重，沒有加嘅糖，唔過台北是嘅東西冇加按度嘅糖，佢就變臭咧。古時我睇架歡迎來台北帶。就做在變臭，唔過剛才你講到吼，去到歐北時節，加上係因為這個東西唔關就係水土不服，韓國唔假使去到歐北時有度過，嘛個東西本看到一半就哇，上來夾落去說咧，等下再來繼續來討論咯。因為我前兩次嘅三層肉。哈，因為最經典嘅。對啊。哦，因為三層肉裏邊都有一層嘅係油，非常嘅皮，我大概是就會，哎呦，上個 L，真係上嘅係唔 L。係有寬態度咧？冇啦，我唔知為乜嘅腐嘅愛煮嘅鹹嘅，腐嘅就會是甜甜嘅，為乜嘅像我不卡大白就煮嘅腐嘅糖啊，煮嘅鹹嘅我就吃唔好食，我就單槍食嘅糖。鹹嘅咩凍好食啊？係啊，冇辦骨法，啦，係啊，呢凍好排骨啦食啊。冇辦法接受，什麼？好 ，OK。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台上講嘅節目現場嗬，加前段節目係本大家問一下，你知道那個東西懂特別啦，還是懂好食，還是懂定價？你下下想問大家是係你知道那一條東西你吃過一半，還會再多轉去前面，不會你看到很驚豔。哇，這個驚豔也可能是驚嚇或驚喜啦，哈，冇聽錯啦，哈，自己先來分享一下啦。有就係以前你做戲劇學院嘅人都知，就係木叉水煎包。真嘅，有。就做嘅你好搞順豐嘅菜市場，木柵菜市場嘅片，嘅水煎包非常細一件哦。大家都講水煎包一定會使用誒。皮薄肉多。唔過你嘅係，嘅皮較盤咧。對，但是非常好吃，它煎得非常的香，非常的。然後又係限量的，真嘅是限量，是限量嘅，因為古時候你打敗下課咧，佢就會就去買來食。大概8點半我送課有冇？唔想講也8點10分去排隊，來唔差。沒了就沒了，沒了，還會排列嘞。你老哎沒了也不會想要賣你，你付500塊他都不賣。真嘅，動態量，按太量錯冇？你要動態量，按態量，冇啦。按態量，跟唔咩水煎包嚟㗎？你咩水煎包了？按態量啦，按態量。韓國有我喺推薦係藝樓阿種故鄉話是食嘅，就係以前呢套種辣種太好嘅片，有一件我以前老豆講種辣嘅片係米色沙漠，因為真。講真件係啊，真嘅係好。冇啦，就中央夫圈係米色沙漠。中央夫真嘅冇乜嘅好食，誒廖海環水，冇乜嘅好食嘅，唔講你嘅就係傳統人都以為發發，係佢哋本都係客家嘅創新料理，因為我對客家咧真嘅非常嘅鹹咗地，唔講你嘅好食，我是都以為發發嘅好食啊，因為客家料理好食，我要對客到，故所我就輕鬆。咁兩個都要誒，係以為發發，懂得一下，以為柚子發，柚子發，柚子花花，柚子花花，對，柚子花花。我哋見你下數起來記，你下個其他地方開分店嘅，個台北咩有，係咪大家都嚟傾下來去食，你真係創新嘅料理啦。給你家來小記下。誒，之後也唔係食嘅東西本來非常嘅驚豔，係也嘅店本來是有非常嘅 surprise 嘅感覺，因為我就像文青腔樣嘛，文青腔樣嘛，文青哈，我就會請一條文青咖啡店，不知道有一班人家就請什麼嘅就會請咧文青咖啡店，就請到一啲賣古董家器嘅，唔過佢賣食嘅東西，又賣有雞蛋糕啊，韓國賣條嘅茶啊咁樣，味也有。就是融合啦，融合的感覺啦，對，複合式。古時候我吃到幾件店紅，就讓我覺得一進去就非常有文青的感覺。大白就上來去，當富漢嘅氣質，冇錯。較文青的茶貨店。
冇啦，因为都讲好冇，嘿。同大家假使大家那一年想要做王美王帅，就向他停的李家去翕张相片就做得出来嘞。做对，做得就按你做得出来哈。给阿伯，关缺，你知道有俾你很惊艳的经验吗？有呢，因为嘿讲起来讲年，我即家出镜，出镜做嘛个？为嘛该？看到你就抽奖。我看到佢要出镜，因为来台北嘅時節啦，我就有試過高檔餐廳啦，有時哦，有錢人哦，有錢哦。高級嘅傳堂，加減吃啦，高級嘅傳堂嘅時節，然後試個時節加個盤嘅按太盤哦，哇！唔過佢個翻出按細呢，你就唔點用辦法按用型啊？就吸唔爆啊！是嗎？係啊，我以後看嚟聽啊，係好看，然後又清貴。老嘅仲下又冇強用，仲下就較平。唔過以前唔係你膚淺，係人嘅粉絲係嗎？你有一啲啊。我冇膚淺哦，我就是較多嘅。人家唐嘅官權講，佢就嘅意思係講老總下冇強，故所佢下好嘅發連嘅 CP 值下高嘅東西。法律當會吸爆啊！還是那種被迫老男士就上風嘿，真嘅，我到台北吃飯有時間真嘅也是經驗啦，本家是經驗到。用一盤就幾百條，用咩按呢？係幾十封。咁啊，我講嘅經驗咪好，咪去甕面嘅嗰一種撒鹽甕面。啊，迄套嘅蛋仔面，蛋仔面就係台南嘅，台南蛋仔面，做蛋仔面咩冇乜解嘛，又加到因為正宗嘅蛋仔面係細細塊嘅，丟嘅咧，一絲絲嘅，就像你福建人食嗰種陶瓷嘅嗰種飯有冇？細細隻拜拜的啦。冇買過，做法辦，做法辦嘅嗰種飯，嚇，懂細隻嘅，唔過嘅湯面咧，蛋仔面湯面咧，其實係細細隻嘅。沖下你氣味嗬，我差唔多食。師傅，差唔多啦，講下食飯。食飯應該多一點哈。新飯呢就爆嘅啦，佢就吃到按你點菜按你食咪哈，那個食台面食一串食5、6、8條，當真重。真係假？5、6、8條。13年。係，而家當地人話去食咧，已經變做一隻回憶，是一隻迷思，你知嘛？佢就說太飯按你不正宗哦，做唔得咯。你聽話細飯嚟買幾才會比較珍惜。係，總係買幾條便宜咯，你聽買幾貴按你要細飯嚟哦。你係咪本影片啊？對啊。冇啦，一真件咧啦，一真件咧正宗嘅。誒，飛機來紹介下，你買嘅東西本應吃到當醋醬，好嘅醋醬係唔好嘅醋醬。好嘅醋醬啦，銅板美食吧，無敵食堂啊，無敵食堂有無敵食堂。那講嘅可能係推薦，可是啲下海線走到沙鹿，沙鹿咪係沙鹿動到嘅彰化肉圓。可是係在台中哦，彰化肉圓，它有一間咪係老店，所以那肉圓村、牛然村。春天的春，他每天應該牛然都會手工現做，咪係照新開始買到凍酒，冇累是冇累，500塊也沒有，就給他500，不給500塊也沒有。佢先脆果，還有這樣用肉色。要鋪過係冇？係鋪過，佢啲白肚嘅鴨是係要地太地嘅肉，佢嘅肉要就是有醃過，佢要撈到香料，所以嘅肉嘅香氣很高。韓國嘅肉要撈一道嘅脆筍，所以吃起來就是又牛又筍，而且都又嫩又脆。跟肉鹽又醬嘛，又醬，其實係甜米醬，甜的，係粉紅色嘅，係。我知道。這件東西啊，然後又食到肉，重點是係35塊，它本來本上30塊，你下一隻啊按台隻，按台隻係嘛？冇同誒，因為當肉鹽嘅食存嘅嘅醬，我拿嘅細煲水。係呢，就是關東煮腔嘅。我掠下最味嘅，有個青味嘅中北腔，我來燒嘅。你都要讓我拍到最美嘅出來，真緊出來。來，我要讓大家衝到一個最惡點。來，大家看一張相片。
來，哇！你係嘛個菜上嚟行嘅做嘛個，你係愛即個準備個料哦。你看，要狗肉，要風蔥條，要蝦米，要香菇，要嘛個？扮演啊，嘿，扮演。我看到同好野菜、韭菜、圈菜，來，炒起都係嘛個用嘅，都看一下先裝。哇，好扮大家。你係愛切架糯誒？你要站做啲前面，你係愛切架糯嘅，總啲強壯太細。總的，你聽我太太，切架做嘅係細細啲小刺啊。細嘅。我粉紅色還有怕色，冇空田，粉紅色嘅有加那個色素的。我們是動那個不動，我們是喜氣，我們是喜氣。用那個粉紅色，不小心會吃到你的那個眼皮咧，應該。好啦，咁我煮起來、炒起來，本大家看一下，你看。炒起來，你一開始啲嘅時候，加個調料咧，啪香，啪到爆天。來，煮起來嘅用啦。小當家呢？哇！如何是個感覺啊？這是蒙野菜呀，這個才是正宗正宗嘅客家板染、幸福板染。掌聲鼓勵一下。蒙野菜呢？而家吃到蒙條。蒙野菜是真好食啦。冇，跳太站好食，細站，我弄而家真係監錯嘅。太菜是太板染，你蛇菜，這係蛇板呀。係蛇菜總的是板染。好啦，我講俾大家設計嘅，一漢扮演一定要是甲醛嘅。哦，嘅甲醛嘅，還有隻漢司機嘅，田波你。太白6日期待來食。很多全冇問題咯。哦，冇問題。下禮拜你看到你來錄像嘅時間，你停在大陸。冇大陸就搶台價哦。我搶三足。好，冇問題。我講到台灣嘅東西，南北嘅茶片安泰，我唔多去台南，也去各個地方，一定有唔好嘅台灣美食。那一啲東西你知道？哦，我不可以 ，no K， 給自己。我要自首，因為我係非常唔專業嘅客家人。客家人還有分專業同冇專業。因為我青江市嘅三層肉。因為最經典咩？對啊。冇，因為三層肉裏邊都有一層嘅係油，非常嘅皮。我大概是就會，哎呦，上個 L， 真係上個 L。係唔係有寬態度咧？冇啦。總得單槍血啦。有的時6樣啊，一天會食嘛，我就。哎呦，食落去非常的痛苦。韓國嘅愛青江是愛唔知為乜個婦嘅愛煮嘅鹹嘅，婦嘅就會是甜甜嘅，為乜個像愛婦卡大白就煮嘅婦嘅糖啊，就會鹹嘅愛就吃唔好食，愛就單槍食嘅糖。鹹嘅咩凍好食啊？係啊，冇辦法。骨啦，係啊，排骨啦，冇辦法接受，什麼？好 OK， 好，觀眾們有沒有想下台灣那一條地方嘅那一條美食，你做唔得接受，你吃到會驚嘅呢？韓國那一條地方不應講係美食沙漠咧，等下再來繼續來討論咯。其實我知道，這是心裡話，我知道台灣本島不太有嘛個，真是係沙漠密食沙漠，其實都好食。係啊，聽講講吼，啱樣講唔錯，因為唔錯，蒙講。其實台灣就凍到吼密雪沙漠嘅所在地嘛。你冇聽下老愛講，係啦，睇下講觀眾朋友談好咧，除了幸福之外嘅所在，全係密雪沙漠。客家人工地出來，完全冇建設性用上嘅。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台上講嘅現場嗬，家有冇講大家無法度接受台灣那條嘅東西，那條食嘅東西，你肯問下理解，你知道那條東西喺人嘅心目當中根本唔係美食。我最冇辦法接受嘅就係怪糖。這件當然講怪糖，因為我細個時節啲試蟲啊，去老媽媽去試蟲了嘅時節，就看到一怪嗬，一皮啊，全部本人白睇，就會變成皮膚色，這樣都覺得脆骨。當地人講，可是我顏色咩做唔得，完全都唔掉。嘅當地人講，我講要凍都唔掂。係啊，講要係凍天空。窮嘅肉，窮肉。如果冇人講係咩窮用食題？
冲你的小鸡腿哦。难啲哦。無論講嘅怪同嘅條難拿睇啊，其他就留嘅怪嘅game用咩上到中央看不出來啦。根本就係雞啊，難怪人都田雞，佢就田雞嘛，係咪？我講到啲怪同吼，頭擺我有個朋友嘅媽媽講，佢唐人講嘛，嘅轉輪骨啊，會發炎嘅嘅時節，就係食怪同，故說佢當年幾年做幾大煲嘅怪同來食。我是不知道這有什麼醫學根據啦。我知道可能還冇人他欣賞，因為我知道呢種東西講友好、親像咩冇乜嘅可能，呢可能是傳說啦。不過你下門大家講到按到好食，就算係唔好食，佢最少咩係當出名嘅地方嘛，當出名嘅一出料理。你下門大家是係唔知道那條嘅地方根本就係迷失嘅沙漠嘅灰燼來用它。其實我知道，這是心裡話，我知道台灣本島不太有嘛個，真是係沙漠密集沙漠，其實都好深。係啊，咁講我係到苗栗島咪看到當已經講嘅離島美食沙漠，從我去過嘅離島澎湖啊、金門啊，還有個嘅綠島，我知道都還好，唔會鐵沙漠。唯一冇去過嘅馬祖，去過嘅人都講嘅片最好食嘅東西是春家撈蛇切。全家就係人家，春家就係人家。有 7-11暗號嘅感覺係冇？小鳳知道台灣那條地方係迷失沙漠，唔係，我錯啲係陷阱題，唔知嘛？那有可能來講一陣乜電視人咧？我要聽啊，衛生姐姐咪講上嘅咩差唔多，我錯唔係那地方就有人好嘅東西，供應所愛無共用嘛。係啊，從來就知道我咪煎嘅豬油煎落就當好食啦。係啊，所以我就。全部就有人好啦，係嘛？啱咁講吼，啱樣講唔錯，因為唔錯，冇講。其實台灣就當到吼密雪沙漠嘅所產地嘛。你冇頭下撈我講，係啦，睇下同觀眾朋友談好咧。除了幸福之外嘅所在，全係密雪沙漠。客家人工地出來。完全冇建設性用上嘅，真嘅冇建設性講出來，都係先想一下好冇？冇話乜討厭媳婦以外就會美食沙漠，乜本討厭用他們會大型嘅，用他們會大型嘅，你變成客家人公敵了。真嘅，唔過你下門睇架勢，假使有海白嘅海多嘅美食之地，上愛去那片，師傅哦，係幾擺有唐人講係提供新竹上鳳廟。上方咩附近咩青島好食咧？今日地方有一間早晨4點開始賣到差唔多6-7點，唔想賣500塊咩買冇？連天講啊，去買鐵咧，係佢賣雞湯、雞湯，嚇！你當到一石頭路誒，嚇大早愛空起來，愛做從事愛出力嘅人，佢就會點一份白飯，過一份雞湯。安尼食，因為早晨叫做愛做些食飯會食較飽，會食力嘅東西啦。係當你到較久，係啊，嗰雞湯。我說啊，厲害！早晨4點、6-7點上食就買冇，係啊，我就你有去什麼？係忙食多，係忙食太晚起了。嗰個其實安排。因為我成日差唔多就6-7點我就追做嘅，你4點開始買遊戲的難。佢50歲，坦白自己嘅熬夜。除了新竹以外，還可以推薦哪隻地方嗎？比如講種花，應該係有嘅種花肉鹽，而家講嘅肉鹽哦，睇下點講嘅就係鹽咧。唔過係講嘅種花肉鹽，佢都冇講，誒，那度要買種花肉鹽，三角形咧，就不能有人能播，係佢三角形咧哦，皮其實很較 Q。那是水晶球吧？唔係水晶球啦，很有鹽。這個也是，因為它皮更薄，一樣肉很好吃。剛剛講嘅，佢講嘅食存嘅醬，嗰要7寶水哦，有哦，我就知道，嘅三角形嘅肉鹽。真嘅啊！有試過？有啦，有試過。行少冇按你講嗬，真係動要花面咧，尤其水晶餃嘅花面啦，尤其7寶水倒啊落去，那唰嘅感覺。嗰個那個香菜有冇？哦，真嘅哦，你咬到肚子會變杯濃係嘛？會見加上本應安排啦，每些智力，你想去哪？哪種是花蓮？哦，呢個關鍵嘅故鄉。係，因為應該都沒有鹿島嗰時有差到已經按到圓滿粉圓冰店，燃滿粉圓冰店，因為佢間跟冰店佢個配
配料全部都会自己熬的。糖公鸡最有名嘅是叫粉然，因为食落嘴都是有生命力。生命力，吃素的人不能吃。对，实在已经懂得写，写了生命力，一吃下一咬下去，哎呦喂！给关键来讲，推荐大家去那片吃。圆满冰店，圆满冰店。第一个我想要那个宜兰有个富沙头头前，有青岛个十个东西。那个东西好吃。青岛十个东西。哦，你说干嘛嘅？我冇試過，我去訂過今天啊，我昨天我想要請一公年啊，去看那裡，還有聽個就係個咖喱個雞肉飯。哦，咖喱它有個噴水火雞肉飯青油麵。哦，因為對。就我就冇試過，你就是想那種噴到右臉上，噴到臉。沒有這樣，你不是說噴的廣告？我以後來請我帶你去食。標準的噴到面檔。喺中白鄉住係輪動嘅，假是本應安排一場嘅每式嘅治理，你想去哪？好啦，第一名就定係幸福嘅客家版人啦。我用第二名嘅話，第二名就定係榴蓮。來本性，榴蓮嘅粉絲，榴蓮的粉絲，粉絲加一。來之前就因為我到台灣食榴蓮哦，你的荷包一定要很滿，因為都貴。我之前就看過個泰國的這個榴蓮之鄉，佢就出個乜嘅榴蓮食到飽，榴蓮吃到飽。嘿，聽說好食榴蓮的人哈，但是就還好沾刀，咩卡吃神的嘛。我上過騙人的甘薯啊，個榴蓮。老太太分享下，有個同事咩到眼冇喺講假名，佢異鄉種啦，嗬，嘅喺西門人家啦，但係到客家天出嚟做頭路啦，有一擺叫帶榴蓮啊，變到平常啲度嗬，太加上喺平時界翻爆隻大概，哎呦，乜嘅東西做翻爆票哦！誒，而且有個做菜嘅節目。哎，硬唔掂，有陣阿喬媽點樣當好食榴蓮？哎，硬唔掂。唔可能啲，你就得到乜嘅獎啊！誒，金鐘獎嘅咩唔掂要得個，記住英文咩嘅？哦，硬掂。姑嫂，這榴蓮它生意到誒。你冇試過啲榴蓮衝你的牙齒咪？冇啦，我都好食啊！你冇試過，你第幾多好食？我就試，我有一班我做英文大團，我就批到瓦斯中毒，牙齒路冇關吼。唔用我爸咧。誒，基本嘅主題喺台灣。哦，咩榴蓮？好啦，我行牌吼，去泰國咯，但榴蓮轉來本大家食。沒出機票，出機票。那我真食到都市地圖會出來。好咧，唔怪講啦。我想哈，觀眾朋友看到兩晚應該都市動讓，兩晚開始吃宵夜咯。我記得下禮拜強榮來收看《後生太上谷》。